到此，快快与我相迎。是。三兄，子三兄，众位弟子，这位须是素在大名鼎鼎的左子山左先生，拜见左先生。免了，免了。哎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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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一个个一表人才。文炳帝来日定顺道理满天下，也让子三兄结言。拜别左先生。哦，好，老周。不知领导老夫人可好？家母十分强健，老周夫人可好啊？托福，托福。哎呀，小周啊，怎么你家里越来越穷了啊？穷得连茶壶都买不起了。家山清贫，何以至此哦？即使不缺茶壶，怎么远客来访，连杯茶都没有？今儿倒茶倒茶。哎，下得出来跌山为基，非但口渴，而且发胀。来句，来句。哈哈哈哈！老周实是厉害，难怪人家说你是同里出连手。哎，我这条说话可是真傲华人，不伤好人啊！来得匆忙，为朕带来苏州特产，多先去杭州就餐了。我教句何必如此客套？老周，今日你我来过，不再不休，不再不休。好且心中烦恼事，压过百姓最有志。请。唉，老周。这愿望是何啊？好酒好酒言。请。小周啊，进来坐下前。是酒是味，你的婚事呢？史金刚等于，哎呀呀，远空不着家，还没有出喽。那定是岳老大爷在这姻缘簿上把你的名字忘记了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到五台山写法为生算了啊！老周，需要取消，请。小周啊，挂酒无缺，何不弹上一曲？哎，助兴助兴。晴儿去琵琶来。不知老周细听何曲？我对此道素不精通，细听真辨。哦。是此时来，我是带女弹琴喽。休得取笑，夸夸带来。周大爷，就叫我家相公带一曲《昭君出塞》，可好？好，好。
好了。弹得好，弹得妙，好比玉盘滚子，又是高山绿水，妙极了。谢翠啊，是谢翠。小嘴啊，我看你呀。小嘴啊，提起最美人这谣，都不妨说与我听听。这谣哦，并有最最名言，小马与我一不言，家母爱是张上阵。十张白本火里分，他11岁上传宗定养上不要林桂英。只因家母思念深，终日光管理不停啊，少少他见我嘴里是毛相似。许家我男扮女装骗娘亲，从此以后出了名啊，最美人真是传遍杭州城。乱扮女装人不清，此时令人不可信。不是文凭夸大看，满身障碍也难分。眼见世上二分虚，你不愿当上半来人。因我老早这上岸，本叫你立刻写原因。凭你这双情是爱，我立在你面前也看不清。我要是立在面前看得清，哪怕在人群之中能将你生。好，今夜正月15，假使灯火辉煌，有人使者，你可愿在城穷之中一死？非有何难？一个地方。三月台。好，3月的就3好，月的。老总，你先行一步，小弟我该办后即来。慢。小嘴呀，我啥是认出了你？变这样啊？莫非老早有意当督？独孤小小动荡，主席，你要督什么？问你100两，死了可不能拿。永远结账。结账就结账。
老周今夜3月台上见小周啊，你趁早备好，东到起。哎。静儿啊，3月台在哪里呀？这里嘛就是3月台了。哦，这里就是3月台呀。哎，静儿啊，你是你家相公暖班女子，左大爷我是认得出，我还是认不出。依我看啊，就人认不。你的眼里不错，哎，就着认得出，哎，认得出喽，认得出喽。周大爷，我的话我们讲完你，我家相公暖班女子，不要说是你周大爷，就是连我家老夫人啊，都认不出。更何况你周大爷的言语又不太方便。哎，静儿啊，你就让台下等着，带着你家相公一道，马上就来告诉我。我家相公暖班女子，我也认不出的呀。我不去。哎呀呀呀！你猜他多年，总比我好些。你帮我认出了吗？人来的100两银子，3切开。好，你3，我切。哎，你3我切。你3我切嘛？你3我切，你3我切。不把你说了。好。那5开总好了吧？好，这碗差不多。嘿嘿。情儿也来提醒，反而害我心不定啊。3月台前人是吵，前后用真快。
找女生，倒也也得相善分。让我来看看他的玩笑。啊，你这位大嫂可是在找人啊？是啊，找谁呀？关你什么事？不要张腔作势了，可是来找我啊！找你？哎呀，是啊，我在山药台上已经等候你多时了。你不是？衣冠楚楚胜衣帽，五十不到话颠倒，上不你年纪老，送官举牌听多少？送官举牌我不怕，都是你乱弹一场才不笑。谁乱办一张？白来倒与三分香，这是年纪太显老，怎样大家最美人，困来倒将最老。什么水姥姥、王姥姥的？我可不认识你。嘿嘿嘿，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呀。嘿嘿嘿，好了好了，我这里先谢过了。借我什么100两银子啊！ ？100两银子？哦哟哟，大丈夫是便是，人便人，哪来？我看你这人真是疯了！就是疯了嘛，也不放过你呀！你再这样，我快叫人了！两年也不管叫，你就是叫，我还是想你哟，也不了。这位先生，请了，请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书呆子，我与他赢什么理？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于我！元州王爷，元州王爷，看这位先生文质彬彬，定是多事之人，孔孟之徒，岂能做出非礼之事？定是你误会他了。是出无为，是出无为。娘子，我们还是快登去吧。哼，娘子。请，谢谢，闹出事嘞。小姐呀，不是我老早夸口，只有一件白衣羞耻4年，不是我老早谁能生出你是个男人啊？谁是男人？你是男人啊？我看你这个人啊，连男女都分不清了。张腔作势。来人啊，来
你这位军爷，方才是我不好，出生生了，出生了。你不是瞎子，分明有意调戏我。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是一条戏他，让我今天厉害可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你快我眼睛不变，眼睛不变，忘记原谅，忘记原谅。哪有像你这样的君子？进屋去！这位军爷，看他样子也不像是个坏人，你去放了他吧。这位大姐说得有理。下次再管就不清扫。下次再管就不清扫。娘子，我们还是看灯去吧。请。多谢这位大姐。不必客气，下次看人不可是此路嘛。大姐说得有理。哎呀，小嘴他怎么玩不来呀？我早许来了。莫非他就是？不对，他是小嘴家的，他这位称是全家，全冒失。他没有人称我，带我骑上前去。看他结大事算，定算是个乱子。献策之间，以为虚，切莫冒失，虚假相信我。他完没有神称我，老周怎么懂到你是死定了？怎么你可看得，我却不能看得？你看，今呀，算我做子山多美。做子山啊！哎呀呀，莫非你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做子山做先生？是啊。哎呀呀，小女子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了，失敬了。奇怪，请问这位姑娘，你是？我叫徐大。徐大姑娘，你可曾是杭州镇里有位周文斌？周文斌啊！周大爷啊！小女子家住在青河坊，像个周家一座家。弟弟
死此免说，这下可没有乱神，谢谢诺撤销啊！周大爷，这相公怎么没有动力先来？他绝可许道。哎，徐大姐呀，你时常进出周相公之家，可曾见过周相公男扮女装啊？你说的是周相公男扮女装之事啊？这件事啊，我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三明四白。就该四次长。了解，我只要守在这里两夜一闭，就能知道他来与不来。管不出他还有这样的本领。哎呀，只想问他来了，在哪里？他在内心。有什么没关键？他已经上了楼梯。我为什么有关键啊？他已经来到你的身边。哎呀呀呀！我怎么连个回应子都没有看见？老周，小弟我就在这里呀。小嘴呀，最美人，只要你当之无愧，老周管把下风，管把下风。老周，这股动荡你是死定了。老虎来了，我老虎来了，我老虎来了。
叶大爷挑选几个美貌的姑娘，抢了位。去。是。望天化日之下，尽管将抢名于。哎呦！好一位标致的姑娘，美呀美，美到无可奈何的美，美啊又美，真是杀不出来的美哟！小弟们呐，哟，大爷中意了，其大爷瞧。起了，委屈是。慢，不许动手，当心笑坏了姑娘。放了他们，是。去，走。姑娘，你姓什么？我姓许。许什么呀？我叫许大。这声音好是琳琅满意，是在什么地方啊？我方。为何一日出来看灯？愿意表兄东来。你那表兄呢？看灯失散了。姑娘不必担心，我乃是兵部杀士之子王天宝。杭州城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姑娘不妨随我为夫，明日差人收你为娶。奴家不娶。来呀，哟，保护着姑娘。为夫是。呀，我不去。朱大爷，我家相公你别往老虎抢去了哎呀！你来的就去不得了，退下。是。王彪，与我照灯。美人来。
咱走进那河上庙，四大金刚也收到啊！哎呦，美人儿啦，你为何见我避而远之？我怕你，怕我？我不是与你一样，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啥个可怕呀？人家都说你是老虎，老虎是要吃人的。是啊，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？就是这种衣冠禽兽，可怕。这两个东西里面啊，大爷，神内心，神内心啊！老虎实心高张，理性强，最文明，有心与他去开玩笑。大爷，听见你芝麻嘴里，大爷你里面开夸耀。正所谓千里远一心情，天赐良机踏翠桥，三月台向家家，元宵蛋。祝与来，我与你从此配成鸳鸯娘，红尘不醉，哎呀罗逍遥，哎呀罗逍遥。说什么从此配成鸳鸯娘？我看你呀，老虎要变为蟑螂。大爷家父全是高，弟弟为官才当朝。我母亲身在万山里高高，我天霸在呀古人。大爷，把风吃的是龙华，穿的是凤凰，住的是高楼，换的是王表。也是你口传莫语个些事虚，金山桥上好运到啊！大爷，大爷呀，我家的人的家高，凤凰云作记是配不了啊。大爷，你配不巧啊！天大的事情不计较。王彪，快吩咐下去，关灯结菜，摆酒设宴。哎呀，慢来慢来，怎么娃娃的时候需要摆堂整齐？那你有话就快讲嘛。是。大爷是那个一个情啊一个，我许他贴上心上一动
他带着你回龙去，一拉倒，帮我当主宰啊！是有些怕。哼，我王家是那么灵高，我怕区区高的喇叭，他关心是早朝，我送他见官去说绕。靠一个脸呀，苍啦啦对上他，管他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命不应草。从此你跳出地狱能天来，我与你把对咚啦啦，咚哒啦。这才杯酒设宴。是，马来马来，我还有娃呀，我在湖里嘛，你在水里，那你有娃，就快叫吧。是。杭州城里谁不晓？他爷的名声不太好，人人称你是王老婆，一见女子就吐了刀，看是蜜糖心。
不行啊！你这不行，可以问王彪，王彪，你说我说的话说的对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家大爷说的是，我不信。遇到是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你那不行啊！你那不行，我当着你看。大爷，你往日的话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女人家嘛就喜欢这一套，先到了手再做道理，先到了手再做道理。哎呀，慢嘞慢嘞，我还有话。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话要讲？先背堂，再讲话。先讲话，后背堂；先背堂，再讲话。先讲话，后背堂；先背堂，再讲话。先讲话，后背堂；先背堂，再讲话。先讲话，先讲话，先讲话。哎呀，王彪啊，那你有话就快讲吧。大爷。胸针他都知道，正月15出远门，半路一定会遇强盗。正月15数万岁，海上一定会起风暴。上山要落我家人，过河要断脱毛脚，马田中日长爬草。
手要被铁火烧。大爷，儿女长大要论大，越来到得来尽苦苗。正气呢？情真是不得了，新郎是头婚烟花，手脚抽筋我大赛走，命送了。哎呦，大爷，这雨这么烈呀？有些怕人。那以你之见呢？以我之家要得明早。明早，那今夜，你先送我回去。回去，明早，你再陪花轿先来迎娶我啊！哎，对呀，今夜呀，你先留到我东四房绿树一厢。我一个人来跑，我陪丫鬟陪你呀。此君我已经是你的夫人了，谁要躺背？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玉亮，今夜啊，你先到我妹妹房中接受一下。你妹妹？是啊，这可不委屈你了吧？她妹妹秀英上大桥，杭州才女才不小。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做姑妹，王老婆她从中把婚事来做了，想不到天下是今日这般巧，今晚相逢在今宵。姑娘，你快哭好啊！这怕是有些不便。有什么不便啊？明天你们就是姑嫂了，还客气什么？姑嫂啊，你们是姑嫂了啊？王彪，快张灯带路，送上小姐归来。
大爷上楼来了。妹妹，姑姑，深更半夜到此何事？妹妹，有一姑娘要向你介绍一下。鸟遇上神遇家，为何要向我介绍？见过小姐，见过小姐。妹妹，既如此，那就让他来说在。哦，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。大爷，大爷。姑姑，是夜深，你可以回去了啊。哦，妹妹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你要好好照顾她啊。你怎么玩不下去？妹妹，明日一早我会送她下楼，陪她回去。你千万不好让她自己一个人回去啊！兰香玉，宋大爷下楼。是。大爷，请。兰香小姐，谁这位姑娘可望安谁？是，这位姑娘请随我来。
还没有完成。让我听他叹息什么？谢那姑娘好恩，表兄与表妹同欢我秀英深藏在是我爱情同对人与伴爱苦疼，谁是心意忠诚？女儿家虽然当难爱惜成，原来如此，最闻名是我啊，你真情完美来的情郎，此话苦苦匆匆来作恨。好许好，你若真心来相爱，哪里还会有家啊？你受他人传进了忠心。呀！看来小姐也有意于我，妙啊妙啊！我空对思高光子开，曾在两地他真知情。我都知道了。一尘光阴曾经乃马尘光阴，花之花，姑姑多为我妹妹想，等到那衰老之王去交身。我也为王府当中一条心，有谁知殊途里面爱忘记，秀英一片真心爱，我嘴上却十分明。此事不可太冒失，还需当面是真情。唉，是谁？是我啊！姑娘，你怎么还没有安睡？那身体方才不正，还是让我回去吧。哎，是夜深怎能去的啊？反正我也睡不着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哈，这怕是要当上了小姐。何妨事？请说。是此多谢小姐。姑娘，你家住哪里？小姐呀，十元不愿请我家，离此也有3里里。
小姐要当听的是渔民人家，这渔民人家嘛，哦，倒是还有一家。你快说他是谁？哎呀，他是谁？对面有我好人家，江南才子最文明。江南才子最文明，他的为人你可知情？小姐子子关心人啊，向来非可修事情，一非过二非情，那为我左当听来右当听。他师傅文章称其人，爱在花儿来弄文。姑娘，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？谢谢里里娃娃、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无一不知。那周文斌他怎么样呢？要想我周文斌哦，啊，像你周文斌？哎呀，我说错了，我是想那周文斌哦。他虽是外父文章才是君，婚姻他是强迫人心，看中上士且君女，听说名叫王秀英，才知小姐团虚荣，也他家境太清贫。哎呀呀，冤枉你！什么？没有什么。他婚姻不仁，结有恨啊！一场太平就长了身啊，足足拼了3个月，算得像个苦事根啊！看来性命是难挽来，特算是啊！哦不。他算是里有风声，哎呀，完好啊，是完好啊。姑娘，那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啊，我不识难为情。咦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你快说呀！最王兵得在宽中路，宽中你几次托妹来求亲。他几次托妹来求亲，你的爹娘可答应？弟弟一听心宽
往里哭，我比往里哭3分啊！红雨橙雨落叶雪花红雨万卷丝丝彩云会不给生育不回家，管小姐不是不一生。从今儿不穿着锦绣衣，不穿着八折裙，不插花，不戴冠，不读诗书，不作文，等到青年。落哟我哭哭啼啼，去上空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你为何听了我的婚事而流泪？我是为你高兴的流泪。小姐，切莫为我高兴，这婚事啊又变了。婚事有变，我左一想，右一称，只得姻缘不相称。你是什么？我左一想，右一称，只得姻缘不相称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个大脚步，这两一层往3层，将来夫妻是难当的，万事成早莫争取。哎呀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！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听到我的姻缘不成，反倒谢天谢地起来了？莫非小姐也有一语走相公？小姐若是真心相爱，那你休该托生存钱所珍惜。可是夫人传钱啊！小姐若是真心相爱，我愿代为养好。好，待我谢来。姑娘，你一定要亲些小姐做公事。一定送到。多谢小姐恩情深。你说什？相生就是最恩的。哎呀，难消！小姐，难消！小姐，且莫声张，听小声慢慢讲来。你讲。正月十五是元宵，人山人海闹啊营营。我与好友来当都，
男扮女装去观花灯，只为你姑姑王老虎把我当作媒家人。强日夫要人娶我，千言万语难脱身。他把我将来小姐的闺房内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中人。马山姑姑往前忙，真天不做好事情。十日外面抢美女，抢过是进了门，此事倘若传出去，叫我今儿真做人，我了起路穷出房去。小姐，要与姑姑把离别，小姐慢来，慢来。小姐千万不能去，去了反而要坏事情。小姐既然爱文兵，文兵也王秀英。今日归来巧相会，也是你我有缘分。何不定下他的样，也了却你我一片心。听此言来，爱深沉，句句话儿通心。姑姑忙关不讲理，去了反而要忘事情。王秀英为这文兵费心放任4年生，今日巧为在楼台，婆婆相对明月数终身。这公子，你既是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哦，对对对，许给代天梦子也表真心。
大爷，王彪呢？王彪在这里。图他吃了。是。王彪。王彪。王彪。去。大爷来啦！大爷，你去的真早啊！快！去！哦，是，快！去！大爷，此事没有禀告老夫人，只怕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那我去顾花轿，不用，发请帖也不用，请道士办。回来，笨蛋！是大爷。你道我七八十是真心，其实我是花言巧语，继续记，劝将书房所喜他，红门长面甜美神，这等于上根来。大爷虽短，真高明，真高明。去！是，大爷。启禀大爷，外面有人举荐。今日大爷事忙，也给不见。大爷，是苏州在此做紫伞。做紫伞，此人刁钻健康，甚是难弄。今日登门而来，定是有事救我。不见。哦。愿客来访，岂能不见？先下闭门岗，再迎相见礼。原来是在做紫伞，阁下是傲贼王天宝。哦，舅娘。左兄大才，久已莫名，难得相见，三生有谊。今日家里欢喜，真是万分欢迎啊！是欢迎。王兄真是好客之人，请问王兄府上挂灯结彩，但不知为了何事？是小弟大喜哦，恭喜！但不知娶的是哪家千金？左兄问的是哪家千金么？昨日元宵宽花灯，遇见一位美佳人，说不定是查我下凡来，要不然是仙女下凡人，我与她一见就中情，马上抢她千金门啊！原来是抢金门，抢！请！这位家人可得拉应，就是不得真为不答应，十不老实，他跪在我面前哭泣，我还要考虑
一树红颜宽眼花灯，正在看到心思，多传有人为乱纷纷，哭的哭来叫的叫，原来是一只老虎藏进金鱼老虎藏进城，小的是我为保自情啊！这老虎胸前狠，掉进大漠看是本。身在我皇兄差分拉多，哎，真将小弟逼错身。再出身，东张西望要牵拉人，一眼看见最呀文笔，叫一声扑上去，抢了须追忙逃奔，有人看见这草拉身，匆忙逃进了王府听他话中如此，分明是在说我，让我问个明白。周兄啊，那老虎抢的是什么狼人？是我眼的追文兵，追文兵，他是男子汉。那老虎男女分不清啊，只怪他脚长胆得强啊，落在虎口上了命啊！他话总是有意，莫非我昨夜抢的是追文啊兵？既然王兄昨夜为真将追文兵抢进府来，老早告辞。周兄，且慢，俺不知为了何事。周兄，昨夜追文兵果真是娇长美女，进去看的。是啊，你们果真是在三月台前追杀？不错。哎呀，糟了！我妹妹啊！莫非王兄昨夜将追文兵抢到了你妹妹房中？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我天宝你
意思。快来人呐！阿爷，天啊！大爷，你还要去啥子啊？不，夸父无道，你希望你去？不，大爷，不，夸父无道，小计归来去。身材，分明是个女子假扮，真是专玩兵假扮。哼，谢谢啊，上了桌子上的当了。哥哥，请坐，阿姨请坐。好。啊！看他讲他是说，分明是个男子。哎，妹妹。他不是，哎，他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呢？妹妹，你可知道他是何人？队伍里的许大姑娘呀。哦，对，队伍里的许大姑娘。你自己带她上来的，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呢？幸亏妹妹晚年发觉，让我带她下来。快，随我下来去。慢，姑姑，我看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留她多治几天。啊，再留下去啊，完得了！快，随我下来去。你是此小生告辞了。把身姑姑她不是为你做对
乱扮女装为分不清，我要带她到归来门。呀，妹妹，我始终出得娘胎来，未曾出过一步门。不难认十句话，把佛子把欢事意，亲门里里都称赞啊！什么是三真四德，四德三真归天亲，今日名声百里望。终日是挑着媳妇，一夕不清。南下，快请老夫子来。妹妹，我早知道她是个乱扮女装，杀我等，我也不会把她抢来的呀。你不知女人家名声最要紧，这件事我岂看关系谁把人？回荡清澈老娘亲，分清是非把利弊。我还要写信告进高父亲，谁人的谁家风头谁不闻？王英大闹齐良民，别我船上亡命生，他一路刺下为夫来要将你。王家花用他意，关上门去都是我事人闻。女儿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儿啦，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哎呀，母亲！哎呀，母亲！哎呀，母亲！哎，究竟出了何事？哎呀，母亲，她是乱扮女装，所以姑姑叫她记在女儿房中。哎呀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一见狂徒怒气。为什么乱扮女装进府门？他不分君友，江湖强，去世时常归来门。今日男女为分不
啊，此事啥事这样看？王府也没要对关心。哎呀，母亲啊，此事讨生传扬开，才是要转变行水人啊！为了故人王秀英，可怜可了我最认定，昨日一笑不认谁，今日俺家开公门，你就是最恨的恩师。想不到他是最恨的。当年曾来的过情，这真是冤家压路风。当不是离开亲他谁同生？这公子请坐，谢帮我。这公子，你本是江南一才子，道德文章神洁净。今日小儿来扶墙，此事我也不再跟。天宝，快送这公子下来。始终昨夜被抢进门，家中必定当无心。今日既然回家去，家母定然更愿意。我实将真情说出来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，将我进来，真做我若不把忠心守，欺骗母亲不孝顺，昨夜难，又夜难，请老夫人来治病。话中与我长10年，莫非是今次要先去西营？我还将高来再家的，这门亲事不相称。这公子。想你暖本女长，未免有失斯文，这样看去，怕断了你的前程。我况啊，不舍也罢。天宝送客慢。此事不可不识穿，只可惜昨夜有人同款登城，所在家园作之山，恰亲之事他都知悉。哎呀，母亲，如今那木头之上，要传几个所有名，放在一起。
装变了杭州人。不见一步一平，一步轻，我路上杀出了程咬金。天宝，快请桌子上进来。哦，母亲，要是他不肯来念，畜生，你就用八人大轿把他带来。哦，这公子，快随我下来。是。叫做什么？禀老夫人，大话叫打。你家大爷呢？四处寻找，不见踪影。快去把他请来。是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禀老夫人，张天光、雷红领导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大爷大喜得来贺喜，快请到四房奉茶。是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禀老夫人，桌子上来了，有请。是，有请左大爷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桌子上什么？左大爷说不开正门，他不进来。快快打开正门。是，打开正门。为何还不接受？这大爷说他追出了身家。说追出了身家？他说煞非追出身家，怎么不见王府有人相迎？好一个厉害的桌子上，就是老身亲自相迎。是，老夫人亲自相迎。真是好稻出好米，好母生好子。这言着见笑了。八木大人，府上挂灯结彩，想必是八木大人寿诞之际。这言着你
这上近视眼啊，真是名不虚传呐！你看这上面写的是……原来是个大大的喜字，那不是琳琅娶亲，就是灵儿与归喽。都是闹出来的笑话。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国庆这言着回来，王位大事密不过错。八木大臣，请吩咐。真小女王秀英，但是贵重非受聘。去年有人来提过去，何人？就是本城周文斌。这空小女少家教，南攀高去，故为大义。八木啊！八木做事真英明，幸亏当年立大义。我虽与文斌是好友，他的为人不抓人。啥将小女配给他，嫁了不去可不敬。好一个厉害的做子上，好一个厉害的老夫人，话未撤开他先自去，先出骑兵来取胜。做言策八木，言策不必太谦虚。周文斌的为人我知情，是在相隔1年多，老生常常记在心。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后悔当初不答应。今月就是再重提，还请言着来做媒人。出自山这次属于我，从里阳空做媒人。还请言着来成亲。此时小人难从命。今日之事，还请言着帮忙，再帮忙。好，既是此，让我大面见过王老虎。好，这是小儿他。难道天宝兄也陪人抢去了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他也找到了。你都在指望才对里。快去把他拖了来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老道士、老和尚小礼不到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因大爷大喜得来贺喜。我正我体痛，还不快快轰了出去！这喜事办得可真热闹。大爷最好。快去见过左大爷，快去！左兄，畜生！我看你的家子大王不小。左兄，哎呀，天宝兄啊，相见不多一位，你怎么就阿了这许多？你这个老虎怎么变成鬼着魔了？你不要不不要问，雨水好哎不为光阴，吃喝嫖赌不
因。不是你祖上缺了德，就是你父母平时少教训。生下你这个不孝子，就声声小马咕咕疼。我劝你从此大字跨回头，趁早去养来归真，你上再把城墙冲。哎呀，铁宝兄啊，你再不妹妹来家仇。这言子，你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今日之事，还请言子帮忙。把母吩咐小侄是好聪明，只怕追问毕他不肯答应，更何况他生意不在府上。阿婶就在我府中。你别看了，哦，天宝，快去请周公子更衣前来。哦，做言子。老周，文斌弟，三兄，爷爷毕竟爱别来无恙啊！好去见过八部大人，帮大人在上，请受小侄一拜。魏公子与此言子为媒，将小女的终身许配于你。小侄高攀不起哟。小子啊，既然八目大人硬要将秀英小姐许配给你，那你就勉为其难吧。此次公君不是奏明，快去见过岳母大岳母大人在上，却受小婿一拜。魏公子，快去谢过做言子大妹。子三兄，真正的美人还是铁宝兄啊！先生一到，把别告啊！把请罪府。
望老虎翘起，出鞘追文笔，无奈陪妹妹，催命表人。